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伫全国各地竞选总部的主委名单出炉了。台北市是陈时中，新北市是于天，有风声讲陈时中甲于天拢会列入到不分区立委的名单。不过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平安讲，这个竞选总部的主委是要去招总，是要去做汤库的，唔是要来号位做官的。 赖副会担心被说躺着选吗？听到在咧选3次，赖清德是笑眯眯，不哩个想要笑到上尾，落实是袂当忍气。赖清德用行动证明，逐工继续面烂走行程，到达4个外月日子，各地嘛正式公开竞选主会。您今天也出席啊，然后这个是英赖大团结。对。 蒋主席认同家己就是大团结的指标之一，因为来看6都竞选主委名单，上重要的首都部分就是由陈时中来担任，新北市正国会立委于天负责，桃园各就各分换真秀出马，台中蔡其昌、台南高雄分别由黄伟哲和陈其迈出阵。有信心啦，有信心啦。现在都说躺着选，没有啦，选举哪有躺着选？我们很有信心，因为大家都觉悟了。 我们台湾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团结变胜选，党共心，乌头变成金。今麦也传出，包括陈时中和于天有机会入去领赢不分区名单。不要再问这个了，现在还早了。不分区啊，你有这意愿吗？没有，这一切都让这个候选人去安排。这个竞选总部的主委是要做汤扣，要去奔波，不是呢来分官，不是来加位的。 我们都是按表操课，更是战战兢兢，按部就班，不会说谁参选我们就会赖清德躺着选。8会分官和到立选的团盘，赖清德嘛伫咧党内传达，无干涉、无评论、无参与和无共体笑。毕竟离选战这段日子，也阁有真侪变数，这位目睭看得过，脚踏着火，欢喜一个过头，输甲喜咧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